二章梁子话，撇以彼丢，故北海之滨，文王作兴话，合归何来？我闻识别善用哪者？太公必丢，故东海之滨，文王作兴话，合归何来？我闻识别善用哪者？天下有善用哪？这人以为己归矣。我无之天，夫长下以上，匹夫惨事。这哪者足以必矣？我无计，自无地，无失其时，哪者足以无实足矣？必无之典，必夫经事，得可之家，开无之矣。所谓识别善用哪者？这其典理，教之事条，其车主，使用其脑，我识挥别不断，七识挥着不报，不乱不报，为之当对。文王之民，无当对之哪者？错之为也。13章，梁子话，以其颠调，不其水念，便他舒服也。失之以时，用之以理，才不可相用也。便非虽好不成法，幻莫靠人之文号，就虽好，无复物者之足矣。向人之天下，所有小小如虽好，里面焉有不仁者好？14章。梁子话，杭州梁东山李小路，梁泰山李小天行。
官有害者，难为水；有圣人之本者，难为言。官水有说，必观其然。如我有名，用功必照应。流水之为不也，不应可不行。官主之事有道也，不相将不答。25章，明主话，假名离去。诸主为先者，顺之道也。假名离去，诸主为利者，这之道也。若知顺有这之分，无他，理有善之间也。26章，明主话，用主出为我，把一毛离天下不为也。列主兼爱，无定放将，离天下为治。主目一点，一点为坚持，一点无管，有一也。所恶一者，为其绝道也。故亦离会别也。27章，